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6年1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沪指又画了一根阳线，虽然今天沪指是跌的由于它是低开，收盘的时候比它开盘价高一点，所以它画了一个假阳线，至此完成了日线15连阳。看样子这个要创造奇迹我记得胡适最长的是16连阳，这个16连阳里面也有假阳线。现在沪指今天是第15连阳。A 股三大指数今日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深成指与创业板走势较弱。截至收盘，沪指跌 0.07%， 深成指跌 0.51%， 创业板指数跌 0.82%。 这个成交额 2.82万亿，比昨天少那么一点。虽然是在震荡但是今天对金融消费者来说那还是相当友好因为今天是涨多跌少，3731家上涨，1595家下跌，就是涨跌比大概2比1的样子。不像昨天昨天虽然拉了根阳线，但是跌的是多的，涨的是少的。今天3700家上涨，这个应该还是可以。总之你看这个盘面，你就知道这个指数已经被完全操控指数牛市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不容得你不信。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散户想赚钱很难，主力控盘非常明显我们再看媒体报道这个24年在中国市场交了很多学费的，对吧？连总经理都辞职了的，这个叫施罗德投资这回也空翻多了作为国际资管巨头，施罗德投资的中国实践是中国双向金融开放重要见证者和推动者。自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相继推出了私募股权、公募产品、QDII、房地产、理财等丰富的投资产品，拓宽了内地投资者的海外投资机会，且帮助海外投资人配置人民币资产。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施罗德投资一直坚定看好中国市场。施罗德投资表示，中国转型为科技巨头，其影响力可能被市场低估。当前 A 股股票估值已从12个月前已有所回升，但仍属合理区间，也就是比24年年底这个估值已经回升了很多了，但是还是在合理区间。因此施罗德对中国股市保持建设性看法，相信未来施罗德投资将一如既往地发挥自身国际化视野和专业性服务方面的优势，为国内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投资产品，继续为中国金融市场繁荣贡献力量。这个施罗德既吃不记打呀，不知道这个学费有没有白交这个财新网今天有个报道，它这个报道其实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有一家这个大模型公司也就是人工智能叫智谱，今天在港股上市。财新网说大模型公司智谱 AI 上市首日股价震荡。就是我想让大家想象一下咱们假设一下一个大模型公司，就是 DeepSeek， 它如果在沪市上市的话，上市首日会是什么一个场景？摩尔县城大家还记得吧？中1000，对吧？你就好像能赚40万，开盘直接涨200%多。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叫什么智谱 AI， 它也是个大模型，它如果在沪市上市，首一个交易日应该是涨多少？结果它在港股上市，1月8日，智谱 AI 叫02513这个代码港交所主板上市首日高开 3.27%， 这简直对吧？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许老板还有王老板哭死哭活的要从港股退市回 A 股吧？知道为什么了吧？知道为什么360对吧，在这个美国混不下去要回 A 股吧？你就知道这个 A 股都是些什么货色。这个智谱 AI 跑到这个港股上市第一个交易日高开 3.27%， 这还不算完就是发行价高了 3.27%， 你要在沪市高开327才对，怎么可能只高开 3.27 呢？关键的是收盘它是一路震荡，此后涨幅收窄，一度跌破116.2港元的发行价，也就是盘中还跌破发行价了。你说这叫什么事？但是随后股价被拉升，后来涨了 8%， 市值是555亿港元。智谱 AI 在申购中获得1159倍的认购，触发回拨机制。1月7日暗盘交易中，智谱 AI 股价涨约 5%， 一手股票赚
600至700港元。咱们这儿摩尔县城你中1000你就发了，对吧？40万呢。这个智谱 AI 啊，大模型你赚500到600港币，你说这叫什么事？不过不着急啊，明天啊还有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要上市，对吧？1月9号啊，你看它表现。所以说，你说这个资本市场，你就知道胡适它纯粹就是一个赌场，让我们的散户啊忽悠我们这些这个叫投资能力也没有的人进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市场，这不就是割韭菜吗？对吧？你稍微灌一个什么算力、什么机器人、什么人工智能，上市就是3倍，300%，人家上涨是3%，就这个还跌破发行价，什么意思？就大家不看好，你讲故事归讲故事，我不认，大家都是理性的。这个财经网说啊，值得一提的是，智谱 AI 本来希望在科创板上市，那当然了呢，谁都希望在科创板上市，谁都希望在胡适上市啊。那这个创始人早就盆满钵满，叫什么财富自由，你涨好几百倍啊，对吧？随便抛一点，可惜啊，他上不了 A 股，所以只好去了港股。智谱 AI 在港股招股书中称，2025年4月，智谱 AI 在北京监管局开启 A 股上市辅导备案，但截至2025年12月12日，智谱 AI 并未收到中国证监会有关建议 A 股上市的任何意见和查询。智谱 AI 决定寻求在香港上市，为什么呢？很简单啊，如果他在香港再不上市，他就跟王老板是一样的啊，因为他们都有对赌协议的啊，就是你这个企业要 IPO， 对吧？前面要战略投资者，钱要进来，对吧？要做市场，做各种模型、数据，然后但是人家凭什么投钱呢？那你肯定给人承诺啊，就跟王老板和许老板一样，承诺我什么时间上市，你就能，对吧？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套现，先跑 A 股试试运气，结果 A 股的水太深啊！你看割韭菜这么容易，是你一个随便人能割的吗？那后面都牵着一个神仙呢，那神仙，对吧？住在大海里面，深不见底。你想，你这么割韭菜，你只能是神仙干的事。哎，他没有，那你要排队排着呗。但是他那个，对吧？时间不等人呢。哎，这个苦啊，首富王老板已经吃过一回了，许老板也吃过一回，都清楚。所以不行，赶紧去香港吧，香港好歹能卖出去一点，对吧？回来点钱，让那些投资人能退出对赌协议啊。实际上啊，过去1年在港股上市的很多新股都破发，也就是在香港那么一个成熟的市场，你讲故事很难，或许也可以成功啊，但是相对来说比较难，因为那个投资人，对吧？他都是以机构为主。但是在胡适，对吧？你只要说你是机器人，只要说你是大模型、算力、AI， 对吧？那都是100倍起涨，那这是初始的投资人都赚几百倍啊。由于这个市场太火，大家有没有听到个传言？当然这个不一定真的啊，很多机器人那个公司啊，不都是 IPO 辅导吗？给他们绿色通道，因为咱们要搞科技啊，所以给这些公司开绿灯，容许他们快速上市。那摩尔县城不就是吗？对吧？还有什么长江存储，哎，都是走的快速通道啊，绿色通道。当然，由于考虑到这个泡沫太大太火，所以说啊，把好的机器人公司啊，又从那个快速通道拿出来了。本来让它插队，对吧？3个月上市，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呢？就是太火啊，太疯狂，泡沫太大，上面人都吓着了。你要跟港股一比，这个泡沫太大。所以我今天说这个智谱跑到香港上市，他在 A 股排队排不上嘛，就是石沉大海啊，杳无音信，没办法跑到香港去了，结果就差这么几十倍、上100倍的。我们再看专家啊，1月8号，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刘继鹏表示，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上证指数从1990年12月19日开盘以来，在8558个交易日中，第一次出现连续14日阳线的走势，指数创出10多年来的新高。这不是偶然的市场波动，而是中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迈向高质量发展必然体现，更是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资本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力的信号。大家看视频啊。今天是2026年1月7日，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历史的时刻，上证指数从1990年12月19日开盘以来，在8558个交易日中，今天第一次出现了连续14日阳线的走势，指数也创出了自2015年7月10年多以来的新高，收报在4086点上。连续14日阳线的走势，这不是偶然的市场波动，而是中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体现，更是在大国崛起进程中
资本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力的信号。过去1年多，新国9条落地见效，监管部门堵漏洞、强监管，这些制度性变革才是支持市场走稳走强的根本所在。下一步，真诚的希望能够继续严格规范大股东减持，加大中小投资者保护力度，严格限制量化交易，注重公平的市场环境。没有投资者信心的重塑，再充裕的流动性也只能催生短期的泡沫。就今天的中国股市来说，无论如何，制度变革才是第一性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次14连阳的领涨力量是高科技、新质生产力相关板块，像商业航天、脑机接口、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活跃，印证了一个观点：高科技与资本金融是一对孪生兄弟。大国崛起必须靠着2条腿走路，一条是高科技代表的产业链，另一条是资本金融代表的价值链。今天我国制造业规模已是美国的2倍之多，但股市市值仅为美国股市市值的1/6，证券化率只有 0.8， 远低于美国的 2.4。 这轮14连阳正是资本市场向补短板方向发力的体现，是资本流向实体经济、流向科技创新的阳光大道。但高兴之余，我们更要保持清醒。14连阳不代表市场没有阻力和引诱，当前市场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尚未根本改变，部分企业上市套现的冲动依然很强，量化交易的公平性问题仍需规范。这些问题难道解决起来就那么难吗？我们追求的不是昙花一现的14连阳，而是行稳致远的长慢牛，是能让大多数投资者分享股市红利的共同富裕的市场。如果不能在此时刻进一步筑牢制度防线，限制不合理的减持和量化交易，这轮来之不易的行情很可能仍会重蹈旧辙。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14连阳承载的是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使命。荷兰、英国、美国的崛起都曾经伴随着全球金融中心的转移而形成。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就必须把资本金融的短板补上去，在近时期先把证券化率提高到与大国地位匹配的1的水平左右，这也就是股票市值要从今天的112万亿提升到140万亿。那时我们的股市不仅能站上5100点，更能成为支撑科技创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平台。总之，14连阳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市场的走向，关键不在于资金多少，而在于制度是否完善；不在于指数高低，而在于是否公平正义。真诚的希望监管者能趁热打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让资本市场真正从融资型转向投融资型，让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清晰地看明白，尊重资本、振兴股市，不仅是扭转经济下行的不二选择，更是我们实现大国崛起的历史责任。这李继鹏的意思啊，要把证券化率提高到与大国地位匹配的1的水平，也就是股票市值要从今天的112万亿提升到140万亿，也就是跟那个 GDP 一样。他说，到那时，股市不仅能站上5100点，更能成为支撑科技创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平台。
这个不是我说这个刘继鹏教授啊，这个我认为未来啊，恐怕刘继鹏教授恐怕还受到批判，对吧？你在这人为的拉高指数啊，什么做大市值，根本就不管这些公司都是些什么公司，对吧？你以为把大股东减持管住就行了是吗？对吧？这些公司上来就是割韭菜的，实际上这些公司啊，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都是经过包装的，报表都是经过美化的，都是有厚厚的滤镜美颜，对吧？你人为的把它搞到5100点，这个恐怕到时候要负责任的啊！我把话先放这儿，下一次要出现股灾，恐怕要拉几个人出来要背锅啊！那学术界背锅的恐怕就是刘继鹏，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刘继鹏以前是鼓吹4000点啊，说把股市要拉到4000点，为什么拉到4000点呢？我记得啊，理由之一就是拉到了4000点，刺激消费。现在好了，股市到了4000点，消费是在创新低，股指创10年新高，消费是不是在创10年新低？专家把这个忘了。现在你看啊，好像这个比如说监管村里面听了专家的话，行，我给你搞到4000点，对吧？勒紧裤腰带，鼓足腮帮子，吹到4000点，结果消费更差了，消费一动都没动。完了，这回你要吹到5000点，到时候消费更差，谁负这个责任，对吧？到时候5000点再砸到2000点，血流成河，谁担这个责任？到时候又是大量的那个从那个房地产下行中这个虎口脱险的人啊，他躲过了房地产这个下跌，但是没有躲过股市这把镰刀，对吧？把那些硕果仅存的一些小韭菜都给割了，那个时候才叫惨。大家要相信啊，对吧？有很多年轻有为的年轻人，有很多小镇做题家，他们是被房贷给绑住了。过去7、8年间买房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被套状态，对吧？这些年轻人，我相信他们炒股的非常少，因为他按揭贷款还没还完，那房子在贬值，他还有钱去炒股吗？对吧？这种人应该是少数，就非常少啊。那炒股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是老登，他恐怕没有按揭贷款了，比如胡锡进这样的，他还有稳定的收入，不被房贷所困扰。还有一群什么呢？就是年轻人，就是他不打算买房的，手上恐怕攒了点钱，跃跃欲试，拿出一部分去炒股了。这些人啊，都是那个房地产下行的这个叫虎口脱险的，死里逃生的，结果恐怕到时候啊，还是逃不了股市这一割啊，躲不过股市这一刀。专家天天吹，对吧？要到5000点，你把它搞到5000点到底是图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贫富再一次分化。这个胡适啊，8赔2平，然后呢0点几的是赚钱的，这不就是一个叫劫贫济富吗？这些专家啊，他们是不管的。根据2025年最新中金财富报告啊，这个报告显示啊，13亿人的总资产占比从2023年的7%降低到2025年的3%，也就是说啊，短短3年，4%的总资产从普通老百姓手里转移到国有资产和富豪手里，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这个大家就不难想象，为什么上海，对吧，30万一平的房子，2个亿一套的日光，胡适谁赚钱呢？胡适是量化基金，对吧？梁文峰的换方量化去年战绩是60%，赚了60%。房地产已经让贫富分化了，然后股市，对吧？再来一次，就是加剧这种分化，对吧？这些都是结果，大家能看到的啊。所以我说啊，等到胡适暴跌的那一天啊，扭转熊的时候，那个时候恐怕真的有人要出来担责任的啊。我们还是看看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老师也是为委内瑞拉也操碎了心啊。委内瑞拉事变前后，美国高官不断说出中国的名字，放风要用粗暴手段损害中国在伪利益。中国去年与美国在贸易战中正面交锋，打击了华盛顿的嚣张气焰。如果美国在委内瑞拉粗暴损害中国合法权益，老胡个人主张，中国应当再与美国较量一场，防止其错误以为中国软弱可欺，将针对中国的霸凌行为肆意加码。然后胡锡进老师下面写的这个可以说是我都不敢念啊，非常的逆天呐。胡锡进老师这个建议上面啊，建议大国啊要对斯里兰卡动手，大概这意思吧，就该开火时就开火，该出手就出手。什么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是后面他也说了啊，必须讲清楚，老胡主张的绝不是主动开战。反正胡锡进这人脑子比较糊涂啊，
前面说这个狭路相逢勇者胜，后面说坚决不主动开战，这太难办了啊！让上面幸好上面也不看胡锡进老师的这个建议啊，也看了不知道这哥们儿什么意思，你到底想干啥？一会儿是对吧勇者胜，一会儿是坚决不主动出手。这个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有报道说啊，美国政府要求委内瑞拉必须切断与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的经济联系，在石油生产上只与美国合作，还要求加拉加斯驱逐这4国的顾问。我不知道这个特朗普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也没看到这个报道，但是我觉得啊，如果特朗普提出这个要求，好像也说得过去啊，道理上说得过去。为什么呢？你看看你这俄罗斯、伊朗、古巴，你把人家委内瑞拉搞成什么样了？民不聊生啊！你在那儿给人当顾问，你这顾的哪门子问嘛？你把人家经济搞成啥样了嘛？对吧？那个油田让你开采，为什么委内瑞拉越来越穷？你能告诉委内瑞拉老百姓的这个答案吗？委内瑞拉都已经民不聊生啊！你这4个国家在那派着顾问是顾啥问呢？是教这个马杜罗怎么搜刮财产是吗？准备怎么搞出饥荒，怎么样搞饿死人，然后怎么去拯救是吗？去救灾，玩这一套，感恩、感谢、感激。你看没有我们，你们就要被饿死，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跟你说啊，人家把你轰走是天经地义。大家看视频啊。这个汽车后面拖的是谁呢？谁的神像，对吧？这个叫一路火花带闪电呢，这可是委内瑞拉的国父啊，委太祖。这些委内瑞拉的人发自肺腑的喜悦。胡锡进老师看不见啊，这胡锡进老师看不见不要紧啊，你去看一下委内瑞拉的股市，对吧？胡锡进老师炒股应该关心一下，对吧？委内瑞拉的股市、资本市场，委内瑞拉股市这2天啊，像吃了药一样，已经翻倍了啊，指数翻倍啊，那个股涨成什么样都不知道了。委内瑞拉指数翻倍，资本市场是最敏感的，资本市场表现出来是跳起来欢迎，真金白银的，对吧？欢迎。指数拉了1倍，我只希望啊，这个委内瑞拉新政权不要找上述4个国家算账，对吧？你们在这顾问，你把委内瑞拉搞成什么样了？不要索赔，对吧？因为到时候他来索赔，你麻烦了。胡锡进老师啊，你看看这4个国家顾问一走，还没走呢，对吧？现在还没走呢，这说要走，那人股市就涨了1倍。胡锡进老师给解释解释。所有反对的人啊，都应该看一看委内瑞拉的股市为什么涨了1倍，指数涨1倍。这就是最好的回答，最响亮的回答。这个胡锡进老师还在指鹿为马啊，颠倒黑白。我这里再重申一下啊，有很多人说啊，胡锡进老师不足为虑，没必要去谈论。你错了啊，这个很多国外的媒体啊，他了解中国，他首先看的就是胡锡进。海外很多媒体啊转载胡锡进老师的评论，所以在海外的很多人的眼中啊，胡锡进就代表了中国人的声音。所以咱们不能不说几句啊，以正视听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